老細，今日兩個邊度做嘢啊？一陣你知啦。哇，好大片油菜花喎，可唔可以幫我出啲大片啊？夠易啦，假假地我都係食人總監啦。試俾你睇。㗎，幫我影。哇，嚟嚟嚟，夠唔夠靚？靚靚靚，下一個動作。等等，幫我拉落啲先。哦，再嚟，下一個動作。可以，換。呢邊。嗯，冇問題，再換。啊，靚啦 ，perfect。我睇下啲相。嗱，下一隻。哎呀，下一隻。你曉唔曉忍噶啦？又話總監啊，有陣時我改個，我要嗰啲人景係一懂唔懂啦，接地氣嗰種感覺，人人都出啦，總監。人景合一啊！我知啦，出發。嘿，嗱，哇，靚，下一個動作。好靚，靚唔靚啊？靚，變。哇，再嚟。哦，好靚，正，perfect。嗱，呢啲先叫做大片啊嘛，引得我幾接地氣，幾有靈魂。係嘅，嘉怡，你指導有方。係咪咧？哇，老細呢度咁靚，下次又拉我嚟影大片得唔得啊？梗係可以啦，到時我哋5號會喺度有直播，呢度可以影到咁靚嘅油菜花田，仲可以買到超值優惠嘅福田菜心，記得留意我哋。哇，咁爽！咁我到時一定要叫到姊妹過嚟捧場先得。記得關注啦。